后来后礼拜25号就要开学咯。面对武汉肺炎，学校唔敢大意，都惊学生大家做伙上课，真的互相喂来喂去。各县市嘛来定出着发烧温度的标准，部分的学校只要超过37度半，就会请家长家囡仔带回去。学校嘛来想出着防疫的方式，包括每20分钟就开教室的窗仔门一解，每一个座位拢来离1.8米以上，或者是分批下课来休息。桃园有国校大布棚，打算要来隔离发烧的学生。为着防疫，真侪学校拢是安尼用尽心思。在家都没事做。后礼拜就开学啊，我的小朋友嘛，准备去学校上课，学校嘛积极咧做防疫，最后准备。先扣4个奖。无到10秒时间，就做一个布棚起来。这是桃园中山国小，这布棚内有放刀椅还佫有酒精消毒。要来上课学生先伫门口量体温，若是有人雄发烧，马上隔离伫布棚内。学生已经接近3000人，是密度很高12顶那来加强这个防疫。宜兰罗东国小嘛有特别准备教室，依照学生的家数发烧、轻重的程度先隔离，才佮带去看诊。台北市教育局嘛开始发放催暗，予高中及以下补习班，只要有早入案证书甲身份证，都会当领50个。会有一个3层防护的机制，第一层就是在门口会先量额温，如果超过37度，会后送到第2层，在穿堂会量耳温，如果还是超过37度半，我们就会立刻建议他戴上口罩，然后建议他返家休息。不过，即马到底几度才算发烧？各县市拢无共调。像嘉南就是以下温37度半为准，高雄、桃园是气温38，下温是37；新北、宜兰是气温38度，台南咧是下温37度，超过就通知家长带回去。各县市为着开学防疫费尽心思，就是希望后礼拜开学，学生会当安心上课。